Swing。大家好，我是 Swing。Segala naunang buti ng iso Talaan kang nasa ibinugan ako alumnia Malasin sa luko kita Ako iyan, oh iyan, iyan na iyan, iyan Ako iyan, oh iyan, iyan na今天来听歌是为了什么？不要乱讲，我为了偶像，我很想啦。好，我来自台东都兰，然后我本身是阿美族的，阿美族，对，阿美族，对。然后，刚刚很多人在讲了嘛，应该知道。了解今天的用途了吗？了解了吗？没有？了解了。还是你来这边睡觉的？很冷的，要不要帮你盖棉被？刚刚他们讲的都有听进去哦，要认真，放心上。很棒，台东很棒，花莲很棒。其实台湾这么小，我觉得这么棒的自然景观的一些资源，就。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拿来破坏掉了。我们又不是美国，沙漠可以盖阿拉维加斯，阿拉维加斯怎么讲啊？拉斯维加斯啊！我不懂啦，就是我们没有人家那种本钱，那么多地可以搞那么多有的没的。台湾就这么小一点点资源，可是很不好意思，这边
这么漂亮的丰富的资源，大部分又落在原住民的部落跟传统领域上了。我们很认真在还我土地，但是还是没人还给我们，我们快保护不住了，所以要靠你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真的，拜托好不好？我都已经拜托了，我都每次去凯达格兰还我土地，还我土地很凶啊，还我土地，拜托啦，很累人呢。可是他们没有听到啊，所以只好找你们聊聊天，讲讲我们的心事啊。但真的需要大家付出实际的行动，好不好？那我还是去唱歌，唱一首阿美族的歌。关于哪阿公曾经替台湾争光，唱的这首亚特兰大奥运的主题曲，一点点欢乐饮酒歌献给大家。嘿呀哈哟啊哈呀，等一下。唱太快了，这边有卖，有饮料吗？没有，这不是习惯，这是一种态度。嘿呀哈哟啊哈呀。现在给台大的祖先。台大有祖先吗？应该有哦，台大格兰。哇，台大格兰主要还我土地不得了了，收下东路6段以后。
亿了，哇，那很难的。其实我来台北生活、读书、工作，该有10年了。因为很多的创作其实是离开了家乡之后，然后想到以前过去的美好，人都有过去嘛，按那些失去的美好，都会觉得有点怀念，然后很想要再去追求的时候，都总是会有一点点感伤。美好不知道啦，能不能继续留下来，是我一直很期待的。然后我觉得分享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常常告诉我部落的弟弟妹妹啊，就是你们要有信心去跟人家分享。以前的原住民都比较没有什么自信，像我们那边的阿美族，因为都是穿短裙的，看过没有？很性感哦，都是毛袜系列的。其实要叫我们以前的年轻人都在穿传统服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好比叫达悟族的穿传统服，然后蓝屿达悟族他们的更劲爆，他们是丁字裤啊。不知道为什么时代变迁之后，这些美好的事情就变得那么害羞的，跟不好意思跟人家分享，而且变得很没有自信。但好在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慢慢有些朋友真的很喜欢原住民，也给我原住民的年轻人很多力量。然后我带着这些孩子，国高中生啊，在分享的同时，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够的话，他们还会回去跟老人家请假，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当然也是靠大家，就是愿意跟原住民一起分享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唱一首歌。我认识起的所有的一个创作，叫我在那边唱。海浪一样拍打着海洋，野花一样随地绽放，那么的香，瀑布一样守候在家乡，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路灯没有照亮你失去很久的方向，我却在这里创造。一起唱好不好？啊呜哈咿呀吼咿呀咿吼咿呀吼咿呀那呀咿吼咿呀，吼吼咿呀吼咿呀咿吼咿呀，吼咿呀咿吼咿呀。海浪一样拍打着海洋，野花一样随地绽放，那么的香，瀑布一样守候在家乡，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我却在这里创造。啊呜
下雨了呢，还可以忍耐吗？就当做拍 MV 的时候画面。有人在录影啊，我拍下这个画面，真的，这些人受苦受难为了什么？好，因为我唱主语比较多，事实上我的中文作品写的比较多，但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唱主语？我知道我身上能够拥有的武器就是音乐，它也是最好的沟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决定要唱主语，我花了很多时间我的主语能力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是后来才就慢慢去把它，常常跟家人讲话，跟阿公阿嬷相处，然后把这个语言拿来使用。我要的是要用，用得到的就会继续发展下去，用不到的就会放在博物馆。好一点的在博物馆，不好的就不见了。语言这个东西怎么放博物馆呢？难道我是最后一个会讲阿美族语的男人，然后丢一个橱窗放在台大博物馆，然后很多人来拍玻璃要跟我拍照？我不要这样，所以我还是想要，就让自己辛苦一点，但也是该做的事情。我都说我奉献2年当兵给国家了，那应该奉献2张专辑，母语的奉献给我自己的族群。我们欢迎志愿役，如果不是原住民的，来，我们欢迎志愿役，我们在招募。唱一首鼓励的一首歌，是我爸爸鼓励我的话，我把它写成歌，父亲的话，献给各位。
好，唱一首老歌，好不好？我有一个梦想，关于自信。其实我有很多梦想啊，不止一个。明年想要做一件疯狂的事情，不管我有没有钱呢，想要做一场演唱会，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的，然后在小巨蛋，都兰的小巨蛋。有没有看过演唱会全部都唱阿美族语？好像很少哦。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要去啊！我跟你讲，如果要在杜兰小巨蛋办的话，我小巨蛋演唱会免费的，好不好？欢迎大家过来。我要先做分享的第一步，我要让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懂得知道，其实我们有能力分享的，然后我们好好去做文化的事情。吴宝春老师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拍电影，得到7亿元的投资。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棒，只是没有人拿来用。可是吴宝春老师跟魏德胜导演也不是原住民，可是用得很好。还有更多的，不是只有山苏跟石板烤肉哦，好不好？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的。我要我的部落的弟弟妹妹，甚至我们部落的长辈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好好做、好好用，会很棒的。而且是更希望的是，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用文化交流、文化分享的心情来一起做，一起来保护这些事情，一起来成就这些事情。这是我的心情，所以办一场母语演唱会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如果它的规模可以让部落的老人、部落的青少年们会因为这样的演唱会有自信，就我们开始唱母语，可是我们一样可以请 dancer 啊，我们一样可以有 LED 墙啊，一样可以就像 Super Junior 啊一样，但是我们唱阿美族语，是一场部落的老人家唯一听得懂的演唱会。但是外面的朋友们也愿意欣赏，大家听不懂都在哈利哈哈的，为什么没有哈原住民族？我期待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一种认同，然后做看啊，明年都来小巨蛋，我会加油，好不好？要来吗？你会来吗？我大概7月的时候，怎么知道？请上网搜寻徐明的 Facebook。拜托，我是东海岸粉丝团人数最多的一个人。但是记得我的粉丝团旁边的时候，帮我联署那个保护传统领域，那保护东海岸，因为好像保护东海岸的联署人数已经超过徐明的粉丝团了。我这个力量把它串联起来，都可以的。你可以喜欢蔡依林，但你也可以喜欢原住民啊。你知道吗？文化是分享的，没有人要限制，但是只要你有那份心，这个事情就会成就。唱一首歌，老歌。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听过没？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2点来看我，一等就是1年多。365个日子都短，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还给我，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
是在骗我，看见甜蜜着我手。你说过2天来看我，一等就是1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灵根本没有我。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把我的土地还给我。你怎么说？把我的土地还给我，把我的土地还给我，还给我，还我土地。原来邓丽君姐姐很早就知道了，只是她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吧。好，最后一首歌了，相信今天很冷，不要感冒了哈，好不好？那要活到投票的时候，不要现在就年纪轻轻就感冒了，好好过日子啊，好孩子们，你说你谁的棒了？要那个心情，好不好？投票很简单，没有那么困难的，就靠我们的这份力量，就跟第一次出场是一样的感觉。有没有第一次要投票的？有没有20岁的？有没有？很紧张哦，不到1个月了呢。谁的？我来计数。3次了。阿美族的话可以用赛德克的语言的口气呢，很像哎。哇，3次计数。啊，不要闹了。我自己在闹，对不起。好，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开心，然后把事情放在心上，用你们的行动来证明这一切，好不好？这首歌《拉前行》。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前行是拉前行，拉前行是拉前行，拉铁粉是拉铁粉，有吗？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哦呀，我爱耶呀，那我爱，跟那呀哦呀，我爱呀，我爱耶呀，哎呀，哎呀。太阳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前行是拉前行，拉前行是拉前行，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呀，我爱
呀那咿呀哦咿呀，呼啊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有最有力量的尖叫！年轻人加油！我是史密，我们一起加油！哎，房奈姐姐在吗？在，姐姐。房奈姐姐上厕所。慢慢来，不要排毒，要排毒。好，我叫你们唱一首阿美族的歌，好不好？去都兰小巨蛋的时候用得到。阿美族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唱歌方式，就是一个人当领唱，然后其他人当答唱，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就会给领唱者力量，然后那个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我当领唱哦，然后你们练习让答唱。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是领唱，答唱。哦嗨呀咿呀哦嗨呀，然后唱的答唱，哦答唱简单就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好领唱哦。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答唱。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哈呜啊嗨呀哦咿耶咿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很简单哦。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哦，里面有3个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还是不会的话，那你就不要来小巨蛋了，免得被出场。如果要杀你说哦嗨呀哟嗨呀，哦好是你，合唱啊，大家唱好不好？然后唱好不好？孩子都要唱，不要放弃自己。哎，准备好了没有？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哎呀，炸！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哦咿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哎呀，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哦咿耶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努啊哎呀呀那咿呀哦啊哦耶哦哎呀呜啊哎呀呀那咿呀哦啊哎呀，知道吗？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哎呀，炸！哎呀咿呀哦哎呀，哦咿耶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哎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啊呜啊哎呀，哦咿哟咿哟哎炸！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努啊哎呀呀那咿呀哦哎哦耶哦哎呀呜啊哎呀呀那咿呀哦哎哎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哎呀炸！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耶呀哦咿耶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
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署名。好，记得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活动？